好多同行嘅老細都話我好傻嘅，嗰啲4、5千蚊預算嗰啲客啊，都仲要邀請佢上門睇喎，仲要咧又可以送貨上去俾佢睇，一準備就20-30條嘅手鐲俾佢揀，就為咗賺嗰幾百蚊搞咁大陣仗，成個佛山都冇我咁傻嘅老細啦。人哋拍視頻咧就請人去拍，仲請銷售去賣貨，輕輕鬆鬆就賺幾倍嘅價錢啦。我自己拍視頻又要自己出鏡喎，仲要自己去接客，仲要1對1咁幫客揾啱眼緣嘅手鐲，真係咪傻仔嚟噶？其實我想講嘅係咧，我瑤姐係佛山本地人，一直都住喺坪洲附近嘅。如果姊妹你上門嚟揾我，我就一腳油門嘅時間就翻到嚟啦，又唔使幾多時間。所以咧，我就一直會堅持自己做翡翠嘅初心，真誠咁樣去待人，真誠咁去服務客戶喎。同行話我傻都唔緊要噶，只要姊妹們你係相信我嘅，支持我嘅，只要你喺佛山，我隨時隨地都喺坪洲等你啊！